西瓜，这两条西瓜咱较少唱吼，所以咱就要好好来练一下吼。啊，这208首哦，伊的这条信息的名做心内无毋通为歹人不平啦。啊，这主要就是伫啊，咱不是咱中国有一句话讲那个什么好人不得好死，啊坏人活千年安尼。有时咱伫咧这世间上，咱嘛有时看敢若歹人安尼真唱秋哦，真轻声哦。啊，咱伫遐咧不平，总是哦，咱知影讲，今仔日无属于讲上帝的话，吼，上帝的话说就是记载伫圣经内底，实在拢有为咱来解答真侪的问题，所以咱就要养成迄个读圣经的迄个习惯吼。啊，这条吼嘛是共款吼，就是讲，伊是一个迄个韵文诗篇。韵文诗篇就是讲用过去的迄个以信息为主，啊，每一节拢是所以这个所在讲，第一节、第二节就是迄个第一节的歌词，过来就是第二节的歌词，过来第三节的歌词，第四节的歌词。所以咱若这条信息甲唱了的时阵，就知影讲啊，这个诗篇37篇吼，是伫咧写什么意思，吼。啊，这个改，因为咱知影讲诗歌，啊，要过来甲改做这个歌词的时阵，啊，就要阁有押韵，吼。所以以前我已经甲大家介绍过，吼，迄个尤素用牧师，吼，伊是一个文学造诣足悬的人。伊是伊父子，因妈妈对伊出生就无老爸，所以因妈妈将伊要献互上帝。所以吼，伊读迄个伫咧关仔岭出生，吼，啊，伊阵啊读迄个长荣中学，读了吼，伊本来要去台南城医读册，啊，因为减1岁，所以袂当入去，就那个留诶长荣中学内底，当时的迄个长荣中学校长宋中坚牧师吼，就叫伊伫咧身躯边，啊，叫伊吼来不时来教英文，啊，也足努力。啊，到尾阵啊去读新学院，啊，男生读了就去日本去进修，到尾倒转来做牧师，吼，啊，伊的文学造诣真悬，所以伊有缀咧吼去上海去帮赞巴克的牧师，伫遐来翻译咱的迄个吼台语的信息，吼圣经。啊，咱伫即本的信息进前的迄本，拢总有523首的迄本信息，咱上熟的迄本吼。就是尤素用牧师伊做信息委员会的主委，伫迄个所在所编辑哦而成的吼，所以内底实在是吼，所以真侪人拢真感觉讲，歌词实在真赞吼，咱紧来看吼，因为咱即条无熟吼，咱请听吼对头到尾吼，弹一遍。第一节来，心内无非歹人不平，我愿有伊的心，伊亲像草木故事我，快过大珠山。实在这条伫咧咱迄个旧的迄本圣经嘛有，实在是。真少伫遐来唱，咱第一节搁唱一遍，互伊较熟咧吼。心内来，心内无非歹人不平，我愿有伊的心，伊亲像草木故事我，快过大珠山来第二节。so
这个所在讲，咱毋免为着歹人形成伫遐安尼伫遐心不平，因为义人所有虽然少少，这歌词真水吼，平安欢喜，互咱笑笑，吼少少总是互咱笑会出来。真侪有诶人，伊无一定笑会出来，吼，这就是上帝互咱诶答案，吼。第二条，哦，你诶话若活水江河，这个所在底下讲上帝伊诶话，吼，敢若亲像水泉，啊，规本诶圣经，吼，互咱伫即个所在底下咱来读会干净，吼，即个上帝，哦，伊诶作为。即条诶词曲拢是即个巴西诶吼 ，Monterio 吼，即个即个作曲家啊，伊是音乐家，伊嘛是神学家，吼，伊所写诶。啊，巴西诶音乐真受到葡萄牙也是非洲诶影响，哦，啊，即个Monterio 即个作曲作词诶人，吼，伊本身吼，因为吼。伊本身是巴西的原住民，然后伊搁去读神学，搁去读音乐的部分，所以伊受到真济迄个文化的冲击，所以吼，将迄个巴西再加上西方的迄个音乐全部都融进去，吼。所以今仔日这条诗歌吼，伊用6声音吼，西瑞发嗦拉，差不多是这几个音伫遐组成几条曲吼，啊，比较较特别的部分就是讲，第一段吼，咱请听段第一段的迄个旋律。吼，到遮就好吼。遐你看话剧的所在吼，西发西。吼，尤其是对发到西是这个是魔鬼音阶，吼，伫个音乐来讲，因为它是那个真5度吼，所以真歹唱真4度哈，真歹唱，真歹抓迄个音，所以咱来唱第一段就好。你的话那我最讲我唱得准啦，搁一遍来。你的话那我最讲好落去，永远牢牢伫我意识。我最后我为那勇气，爱你是是的。你的话那天国真实，永远永大伫我意识，永远明白我心里流，要受的啥物好听。即嘛讲圣经亲像物件来。你的话若亲像物件，永远环照伫我意识，互我看出家己真相，主听进我每愿想。过来，那上面地界哈，你的话那上来听来听，永远插入我心，对你的话的是我命，真理不假的话语，你的话若光灯。你的话若是光明，永远就落
上帝的话，哪来念，哪光灯，哪明镜，吼，互咱照伫咱家己，哪会晓来指导咱头前爱行的道路，咱准备心来这礼拜。请安静，当心内敬拜上帝，奏乐。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互我传福音，互送乡人。又找我，互受掠的人讲，恁会得口棒；互生眠的讲，恁会得到国光。来透放受压制的人，传主欢喜的年。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。圣诗208首，208首，请起立。
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7日马利亚死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录音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上天，打坐离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。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各共同的教会，信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大家用启应文第7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应文伫圣诗后面。启应文第7篇，天宣布上帝的荣耀。即日对迄日讲话，无言无语。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。是天天大报片，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，对天的这边出来，射到迄边。上主的律法完全，上主的命令可靠，上主的诫命公正，上主的教示纯洁，敬畏上主的纯真，永远无改变。比真侪的纯金较贵重。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。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？求你保守你的仆人，互伊袂故意犯罪。我就诚做无通知一个人。上主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的喙所讲的合理的旨意。同心来祈祷，请阮的天父上帝，伫即个旧历年尾新年头的时阵，阮要感谢你，过去一年你阁赐福互阮。互阮规个厝内平安顺时过日子。你的恩典实在够爷，你的慈爱永远无煞。阮伫遮谦卑来到你面前，将家己交托互你，恳求你继续疼惜甲引带阮。上主做王，伊用威严家己称；上主用气力家己称，家己下，世界就坚固。会摇动，你的宝座对古早建立，一直永远就有。上主啊，大水已经发起，大水已经发起伊的声，大水发起伊的影。上主伫关位有大能力，赢过迄个水的声以及海里的大影。上主啊，你的干净不止确实，圣洁合伫你的厝。到永远，台湾最近常常有地动，愿你坚固，互阮袂摇动。上主啊，你有假时，有疼你的时，有补天的时，平静的时，有讲话的时，有疼惜的时，怨恨的时，有交战的时，有和好的时。请阮的天父上帝，这是补天的时，这是静静的时。这是疼惜的时，这是和好的时。愿上帝保守、保天台湾，互阮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对敌，互两边成做一体，通甲上帝和好。由阮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
人间的爸，想使阮智慧启示的神来心捌上帝。阮的心目得到光明，互阮知你吊人所仰望的是怎样。你的业伫圣道中的人光的富有到怎样？搁知你的权能向阮遮的信的人大到怎样？照以前所捌行伫基督国权能大惠力的功用，互伊对死人中国活天理，坐你的大屏，搬过拢总办政事的、掌权的、才能的、治理的，甲一切所好的名，毋若伫今世，也伫来世，拢搬过远远，搁互万项有降服伫你的骹的，搁将你做管万面的头来赏赐上会教会。教会是你的身躯，你所充满的，你也是用万有充满万有的。天父上帝，旧年年尾、新年头，也是起造的时，阮要重新起造阮的城墙，亲像尼希米重新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阮要重新起造阮的教会，兄弟姊妹聚集的所在。阮要重新起造阮的圣殿，就是基督的圣殿。上主啊，因为安尼，我要伫咧帮中感谢你，唱歌学录你的名。阮要就近你，也亲像外少，去做神灵的厝，做神的祭司班，来献神灵的祭。对耶稣基督为互上帝欢喜接纳的，愿诚心拜入以上的祈祷。即时嘛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人讲。
请做伙来公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尼希米记第8章第1节到第3节、第5节到第6节，以及第8节到第10节。伫咧台语圣经522页到523页，记载伫旧约尼希米记第8章第1节到第3节、第5节到第6节，以及第8节到第10节。伫咧台语圣经522页到523页，咱做伙来读。到第7月，以色列人已经徛起因遐个城。迄时百姓亲像一人，拢住即伫水门前宽阔个所在。听经学士以斯拉带摩西律法个册，就是耶和华所捌命令以色列个。7月初1日。祭司以斯拉带律法到公会前，协男协女以及若见听了话晓得的面前，伫水门前宽阔的所在，对天光到日头，伫众男女甲遐个会明白的面前读伊，百姓耳耳孔听律法的册。以斯拉伫众百姓的顶面，伫众百姓的目睭前掀开即本册，伊一个掀开，众百姓就拢起来徛。以斯拉学罗耶和华至大的上帝，众百姓拢举起手应讲阿门阿门，就额头面地敬拜耶和华。恁读上帝律法的册到明白，搁开帖迄个意思，互百姓明白所读的。总督尼希米甲做祭司的经学士以斯拉，甲教说百姓的利未人，对众百姓讲：今仔日是耶和华恁上帝的圣日，毋通悲哀啼哭，因为众百姓听见律法的话拢啼哭。伊阁甲因讲：去啊，恁去食肥的面，啉甜的味，无被拌面的人，就分互伊，因为今仔日是咱主的圣日，恁毋通忧闷，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快乐。讲道，请牧师讲道，题目是话语的力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最近我有机会观察一位钢琴调音师的工课。原来钢琴的调音，毋是咱所想的，甲钢琴切的，音弹的，看音敢有准，遐尔啊简单。这个师傅大身爱将非常重的顶挂甲掀开，然后伫拢是音乐的钢琴内面，清出互鸟鼠仔夹破的塑胶袋仔。加蛇屎，才垃圾面，接煞爱将规个键盘摕出来，就会看见一支一支的琴。琴的一边，互一个油门做的圆圆的物件甲包起来。这个师傅指互我看，大部分的油门顶面拢有放卡过的叶，这个叶就是人伫弹琴的时，长期所卡出来的叶。然后，这个师傅摕一支敢若是磨指甲的物件，非常细致，将这油门的叶磨好平。这非常够工，咱这台钢琴用伊差不多1工的时间。规过程嘛爱带喙暗，因为磨油门的时会产生一寡的音乐。但是当师傅完成这个工课，将琴弹好，装好势。钢琴的声音就搁恢复原本应该有的响亮，这就互我想到，咱人也好亲像是一台真久无拼、垃圾、失去音准的钢琴。咱互做引诱，失去上帝创造的时迄种的美好甲特殊，嘛失去上帝囝儿应该有的阳光的款式。但是上帝无放弃咱，伊就是迄位伟大的调音的师傅。为着恢复咱甲伊的关系，上帝将伊的话赏赐互咱。有一段经文咱真熟，伫希伯来书第4章12节讲：
上帝都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生命的钱较赖，凡那魂甲神、骨节甲骨髓，无毋插入，化开心内遮意念甲主意，也无毋监察。咱看卖插入是非常的艰苦，就亲像钢琴美丽的歌，互掀开。但是内面上垃圾污秽部分，嘛规个拢显明出来。化开嘛真痛苦，因为伟大的调音师要磨掉咱生命内面上不堪，毋过是咱感觉上舒适的部分。但是只要咱愿意，互上帝话伫咱的内面做调整、做改变的工课，上帝就会搁一摆恢复咱的生命。亲像教父奥古斯丁，伊非常有学问，伫少年的时就做修辞学的教授，但是伊较互无道德的生活所捆绑。毋过，伊有一位非常关心伊灵魂的老母，不断地替伊祈祷。有一天，即个少年的奥古斯丁伫花园散步，但是伊的内心较不断地搅动。伊在想啊，我爱等到第时咧？为什么就无伫即时咧来结束我真有为过去？伊想要认罪悔改，但是佫放袂落迄个真犯罪、真舒适的生活，所以伊内心感觉非常的挫折，伊艰苦甲趴伫涂骹。就伫即时，伊敢若听见厝边有囡仔传来声音讲：“摕起来读，摕起来读。”伊就摕起身躯边有一本册，拍开读，迄是一本圣经。伊读到的是罗马书13章13节到14节，伫遐有写讲：所行着端正，亲像伫日时，无伫放纵酒醉，无伫好色邪淫，无伫三更怨妒，着请主耶稣基督，无伫为着肉体刀无，递到趁私欲。伊读了。上帝的话就好亲像一道光，照入伊的生命，扫除伊所有的邪恶甲怀疑。伊马上认罪悔改。上帝的话不但赏赐互奥古斯丁有新的活命，并且嘛使用伊伫基督教世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。所以咱看见，毋但是奥古斯丁。伫历代历史有真侪基督徒，因的生命是互上帝的话来改变的。但是今仔日咱要看即段经文，是上帝的话嘛会当伫规个团体内面做彻底换新的工课。遮个互灭国、故乡互毁坏的犹太人，咱看见伫因真冷心、真睿智的时，上帝的话是安怎互因换新？互因搁重新来得到快乐。第8章第2节一开始甲咱讲，迄时是7月初1。7月初1伫犹太人的律法是因的新年，就亲像咱过几工就是咱台湾人的新年共款。即个日7月初1，搁叫做分扫角节，因伫遐分扫角会庆祝因的新年。但是今仔日即段经文发生的时间，毋但是过年，迄天也是一个真重要的日子，就是因完成耶路撒冷城墙重建的日子。为什么因爱重建城墙呢？因为伫主前586年，耶路撒冷互巴比伦来攻破，犹太人嘛互掠到巴比伦。经过几啊十年。历史变迁，换几啊个统治者，到伫波斯王亚达薛斯王统治的期间，即个主角尼希米伊正做国王的酒政，就是负责国王啉酒的代志。即尼希米伊伫听见伊的故乡有人来甲伊讲：“哎呀，咱的故乡耶路撒冷的城墙真惨，这规拢无法度坚固，破高高的时。”即尼希米的内心非常的悲伤，伊几啊日伫上帝面前伫遐禁食祈祷，但是伊嘛是照常爱伫国王的面前服侍国王啉酒的代志。虽然伊无讲出来，但是即个王看伊敢若真侪心思，
就甲问原因。无想到，这位对犹太人非常仁慈的波斯王，竟然答应尼希米的请求。伊派尼希米转去故乡耶路撒冷重启城墙，不但供应尼希米所需要的材料，并且嘛一路派兵伫保护伊。所以，伫主前445年，尼希米就转去耶路撒冷。伊半暝起来，暗中巡查即个城墙毁坏的情形，并且嘛找机会甲伊的同胞分享异象，互大家有勇气做伙来分担即个真重要的工程。当然，伫过程中间嘛会拄着真侪外来的阻挡，也是内部的怨言，嘛有人会来踢笑因、侮辱因，甚至有人暗中来计谋要陷害。但是尼希米拢靠祈祷，伊嘛伫百姓面前有好的模样，所以上帝替伊开路。最后，即群人敢若用52天的时间，就完成城墙的重建。城墙重建起来啊，这嘛表示因开始有气力会当来封闭家己的安全。所以伫今仔日第8章的时间，应该是一个大家欢喜庆祝的一个场合，因为毋那是因过年，因的城墙嘛起好势啊。但是因无办爱餐，因无伫遐大食大啉伫遐庆祝，因是自集起来，听经学师以斯拉伫遐公开宣读上帝的律法。伊所读的律法册，就是咱讲的摩西五经。就是咱规本圣经上头前的5本册：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。要专心听这5本册非常的困难，特别是读到民数记、申命记，搁较困难。但是这段经文甲咱讲，迄时百姓亲像一人，拢聚集伫水门前宽阔的所在，请经学师以斯拉带摩西律法的册来，就是上帝所捌命令以色列的，伫水门前宽阔的所在，对天光到日头，正男女，甲遐会明白的面前读这的册，百姓暗耳孔听律法的册。百姓亲像一人，这表示所有的男男女女、大人、青少年，拢专心伫遐听上帝的话。虽然是对清早一直听到日中昼，并且是徛伫听，但是因无嫌台仔顶的人，敢哪会讲遐尔久，嘛袂私底下伫遐开讲，嘛无人袂堪得烦。4万几个人专心听以斯拉读上帝的话。以斯拉就是以斯拉记中间的以斯拉。伊是一个经学师，专门研究上帝话。咱可能会感觉奇怪，咱今仔日读的是尼希米记，尼希米应该是主角，为什么第8章出现一个以斯拉呢？伫遮咱看见团队合作的概念。尼希米负责的是硬体的重建，以斯拉负责的是百姓灵性的重建，无共温数。各司其职，互上帝得到荣光，并且伫遮咱嘛会当看见即个尼希米的谦卑。伫一个庆祝咱城墙重建的大会中，伊无徛伫中间接受百姓的欢呼，因为尼希米知影，佫有较重要的任务，就是爱互百姓对上帝的话来坚固因的性命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有想过，教会内面袂当欠少的是甚物？是人吗？毋是，因为2-3个人就会当组织做伙敬拜祈祷。是建筑物吗？毋是，因为咱伫倒位，咱拢会当敬拜。是做事工吗？嘛毋是，因为咱社会上已经有真侪协会、基金会伫做服务的工课。教会唯一袂当欠缺就是上帝话。无论礼拜中间的讲道、团契、小组的聚会，
也是逐年龄层的教育。咱敢若是组织做伙，伫遐食，伫遐啉，伫遐讲耍笑，伫遐做运动，但是无上帝的话，这就袂当算作是教会聚会，敢若会当讲是一个社团的活动。所以，毋望咱所有兄弟姊妹，拢会当知影咱来到教会的目的。伫聚会时，咱会当专心，将手机放落来，将烦恼放落来。虽然牧师讲的无一定合理的口味，嘛无一定每一个礼拜拢有故事，拢有笑话通听，但是咱学习将焦点放伫每一礼拜的经文。咱相信上帝会透过伊来咱来讲话。第二段，互咱看见的是，这犹太人是透过是一个公开的仪式来领受上帝的话。伫第5节讲，以斯拉徛伫众百姓的顶面，伫众百姓的目睭前掀开这本册，伊一个掀开，众百姓就拢起来徛。所以咱看见。无论是讲的人，也是听的人，拢是徛起来领受上帝的话。徛这个动作表示敬畏，亲像咱若看国王也是总统就任的典礼，当因行入会场，所有的人拢会徛起来，表示尊敬。这犹太人因伫经历一段无上帝的话。无公开敬拜仪式了后，因深深感受到上帝的伟大，因深深感受到因爱敬畏上帝。所以当以斯拉一掀开上帝的律法，因拢徛起来，表示因敬畏、因领受上帝的话。但是咱看现主时的教会做礼拜，确实所有的人拢坐伫领受上帝的话。所以开始有人会讲：“哎呀，这个冷气伤寒，冷气无冷。”也是有人会讲：“这个椅伤过重，也是伤过软。”因为太过舒适，所以有人开始会拄久，有人开始会滑手机，有人会开始看影片。当然，可能是体会人肉体的软弱。所以无一个教会会叫人徛起来做礼拜，但是咱伫遐尔舒适的环境内面，咱更较需要敬醒，也需要时时提醒咱家己，因为咱面对的毋是讲道的牧师，嘛毋是唱歌真好听的圣歌队，咱伫敬拜是咱的大君王，是创造主。想着安尼。咱哪有可能伫遐拄久，搁伫遐滑手机咧？并且伫宣读律法册的进前，咱看见，以斯拉毋是一开始就读圣经，伊一开始是用敬拜做开始，伊伫遐学乐至悬的上帝，然后众百姓拢举手伫遐应讲阿门阿门，然后压头，然后拍伫涂骹。原本是徛地，即马是拍地涂骹。这犹太人用因的行动来表明因对上帝敬拜。若安尼，因的喙嘛有回应讲阿门阿门。阿门的意思就是我的内心嘛是安尼在回应。看到这，敢有互你感觉似曾相识？伫咱教会做礼拜的定数内面。咱拢将圣歌队的学乐放伫讲道的进前，为什么是安尼的安排？因为圣歌队代表咱向上帝献上敬拜，所以圣歌队唱的毋是互咱听的，是唱互上帝听的。伊是咧敬拜上帝，并且圣乐嘛有另外一个功能，就是会将咱的目睭、将咱的心带到上帝面前。就亲像农夫伫种植进前，爱先将田犁互松，将土犁互开，然后才将种子种落去。这个诗歌是为着要陪伴咱的心田，互咱将咱的心献互上帝，
互上帝话会当伫内面定根，会当来中大。另外，咱若看伫第8节，咱无读到的有出现12个人的名，这12个人拢是受过训练的利未人，因伫遐读上帝律法的册到明白，佮开帖遐意思，互百姓明白所读的。咱想看觅，迄天的场合是4万几个人伫遐来做伙的聚会，迄时无音响，无麦句。意思啦，佮安怎大声嘛无法度，互所有的人清楚听见。所以这12个人的任务就非常的重要。因线伫百姓的中间，佮较清楚读，互这百姓听，并且讲明律法的意思，互百姓会当明白因所听的是甚物。不但听，嘛爱明白。若无对即耳听，对另外迄耳就出去。这嘛是为虾米牧师要讲道，也是咱的小组、咱的查经班为虾米要查考圣经的原因。因为只有明白上帝话，才会当进入去，才会当伫咱的内心产生效果。读圣经伫咱即个时代是非常普遍的代志，但是伫马丁路德改革宗教进前，毋是所有的人拢会当读圣经，只有神职人员才会当读圣经。一般的信徒因无圣经，嘛读无圣经，敢若会当听神父对圣经的解说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啊，就是每一个人的解说拢无共款，所以嘛非常容易有错误。所以伫宗教改革的时，即个马丁路德提出一个口号：信徒该祭司。意思就是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拢是平等的，毋是宗教人员才有特权，并且圣经嘛毋是教宗的专利品，所有的信徒拢有权利会当来读圣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活伫一个非常幸福的年代，咱教育普及，咱拢会当读圣经。但是真侪兄弟姊妹对圣经的反应就是啥？啊，真困难，我读无。当然，我是受过淡薄神学训练，才会当淡薄认捌圣经，因为内面太侪背景、太侪观念，毋是现代咱会当理解的。但是咱若永远用安尼来做借口，这是咱的损失。因为咱现代已经有真侪方法咧帮助咱读圣经，亲像咱会当参加查经班，咱会当抄写圣经，咱会当参加教育组替咱设计课程。伫网络顶面嘛有真侪读圣经互咱听的功能，嘛会当伫网络找到真侪的解说会当参考。但是嘛，请咱注意，毋通去参考着异端的网站。特别是真侪迄个全能神，即个异端，因的网站做到真侪，所以咱嘛爱真细腻来查考。所以咱爱读圣经，咱爱对信仰有正确的认捌，才袂变做无知，甲袂变做迷信。伫21世纪的咱真幸福有圣经通读，但是伫21世纪的现代，也有真侪国家是禁止人民去读圣经的，因为这极权的统治者知影上帝话是有气力的，所以因会去敲信徒的厝，若看到圣经就没收。伫中国就是安尼，伫中国只有国家的宗教事务局才会讲来印圣经，嘛只有伫三自教会，就是政府管理的教会，才会当使用到这个圣经。所以对伫中国，因无认定是合法的家庭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，对因来讲，要摕到圣经就非常的困难。所以我捌听过，伫几啊十年之前，有一个家庭教会真无容易摕到一本的圣经，但是惊慌没收，所以这信徒就将圣经规本拢跳落来，分互每一个人。
然后大家将家己所本着的部分背起来，然后将这圣经的纸拢总烧了，弹掉。有一天，即个家庭教会互检举，所以所有的信徒拢走去山内密起来。但是伫黑黑暗暗的山区内面是要安怎聚会咧？所以带领的同工就发声讲：咱即时来读，亲像尼希米记第8章。然后黑暗暗拢看无，但是就某一位兄弟，也是某一位姊妹，伊就背出尼希米记第8章。互大家会当听，所以咱看见，伫无法度读圣经的所在，也有遐尼侪人真珍惜上帝的话，将伊当作宝贝背起来。但是咱遮会当自由读圣经的人咧，咱较无要读圣经，甚至咱有一年伫回收圣经，就是讲咱兜厝里若有较破的圣经，咱会当收来教会，教会会替你修补，然后送去较需要的所在。阮伫现遐的圣经的时，看到有人将教会送互伊的洗礼圣经，也是结婚教会送互伊的圣经，拢弹出来回收，这毋是足讽刺的吗？上帝话毋是维他命，嘛毋是营养品，上帝话是咱的日食。就是咱每一工爱食、爱吸收的必要品。希望咱会当珍惜，搁会当读圣经的日子，嘛善用所有的机会来学习圣经，伫每一日读经的生活中间来认捌上帝。最后，咱看见当这犹太人愿意用心去回应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就开始产生改变的困难。经文讲到，这犹太人听见上帝的话就开始哭。因哭啥？因为因听见因的历史，因听见上帝竞选、上帝引带，因嘛看见家己一再背逆甲犯罪。认罪就是生命换新的开始。上帝知影人拢会犯罪。所以，伊来毋是要定咱的罪，伊来是要医治、要修补咱甲伊的关系。咱会记哩，伫旧约创世纪，亚当夏娃当因食上帝禁止因食的果子了后，上帝原本讲啥，食即个果子一定爱死。但是上帝无亲像大神所讲出来安尼命令，互因死。虽然将因赶离开爱甸园。但是上帝用动物的皮做衫，互因穿，来保护因。咱看见，当人主动认罪，上帝就会接手刷落来更好的工课。所以尼希米、以斯拉，甲这教导律法的利未人，看见百姓为着家己的罪，伫遐艰苦，伫遐哭，就对因讲：今仔日是上主恁上帝的圣日，毋通悲哀啼哭。去啊！恁去食肥的米，啉甜的米，无避万面的，就分互伊。因为今仔日是咱的主的圣日，恁毋通忧闷，因为对上主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。恁毋通忧闷，因为对上帝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。这毋是讲恁继续犯罪无要紧，只会领受提醒百姓，确实。过去咱犯罪极重，但是今仔日咱对上帝的话，咱伫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啊，就爱倚靠上帝来赢过这罪恶感，毋通继续派着这重担来到上帝面前。咱会当用透放的心来面对上帝啊，咱会当来享受甲上帝关系内面啊。所以，咱看见上帝话，不但互人认罪悔改，并且互因得到新的快乐。但是，兄弟姊妹，诚实来想，为什么有当时咱感受袂到上帝快乐？咱反倒咱看上帝话时，感觉伊是充满教条、充满规矩，为着就是要来捆绑、束缚咱的咧。有一本册叫做《小屋》，
伫10几年前也翻做电影。伊描写的是一个因为意外失去上细汉查某囝的一个老爸。伊的查某囝意外死去了后，即个老爸对上帝有极大的怨恨甲无谅解。毋过伫一个机会内面，伊甲上帝面对面，上帝甲伊对话，互伊了解过去伊无了解信仰的内涵。即个男主角伊是读过神学院的，所以即个男主角代表是一种人，就是对上帝传统的概念，认为上帝就是安尼啦。但是伫伊规个过程了后，伊真正面对上帝，上帝突破伊迄种真保守、真固执的信仰观点，伊对上帝佫有较密切的关系。最后，上帝嘛医治伊失去查某囝的痛苦。伫册内面有一段是讲到上帝甲即个男主角麦肯的对话，因讲到圣经的对话。男主角认为圣经就是讲一堆规矩，哎呀，你爱行好，你爱帮咱送向人，你爱信靠上帝等等遮个物件，互伊感觉伊哪来哪有罪恶感，因为伊根本做袂到。但是上帝回答伊讲，圣经无教示你遵守规矩，因为只有耶稣才做会到。文字有可能会当甲你形容上帝有甚物款的特性，也是甲你讲上帝望你安怎做。但是只有伫伊的内面，才有可能做会到。人是无法度靠家己来完成遮个事。即个麦肯伊听了后，伊阁回答上帝讲：但是规矩比关系较简单啊！因为规矩拢记条拢写明啊嘛，你知影规矩较简单嘛。但是上帝阁回答伊：当然关系比规矩看起来较无一个标准，但是规矩永远袂互你答案，永远无法度互你明白内心的问题，并且规矩嘛永远袂去疼你。上帝继续讲，宗教有某一寡答案是正确的，但是我有的是关系，我会带领你去找到活活的答案。一旦你找到，你就会当对内在开始改变。有真侪人会当讲出正确的答案，但是根本无认捌我。是啊，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会当对圣经找到真侪答案？咱会当背圣经，咱会当讲出圣经真侪道理，但是咱敢认捌上帝？上帝话毋是教条，圣经毋是规矩，伊会帮助咱起造甲上帝的关系。只有当咱用上真实的家己去回应上帝的话，甲上帝建立关系，咱才会当活出一个有活命的生命。对今仔日的经文，咱会当看见，咱要安怎对上帝的话来得到快乐？是爱照步数来行的。但是咱爱专心领受，搁来咱爱真实明白，最后是透过这个话，甲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。这个世代已经有真侪人伫向咱来做见证啊，这是真实的，上帝话是真实的。但是咱若无法度去感受到上帝的快乐，上帝话的真实。毋是上帝话出问题，是咱家己出问题。我是用偌济时间伫读圣经，我敢有理解上帝的话？我是用什物款的态度伫看待上帝的话？我看伊是真实的，也是一本宗教的册那尔。愿望咱会当将咱的生命起造伫永远不变上帝的话顶面，用这来做咱生命的石盘。我相信，无论世界安怎变迁、安怎飘摇，拢无法度来撼动上帝对咱的听，甲咱对上帝的信心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赏赐互阮遮愚戆的人有一本圣经，互阮会当来认捌你，互阮会当来建立甲你的关系。
总是主阮真贫惰，阮无爱读圣经，阮感觉阮无理解，所以将圣经放伫一边。阮无想要去了解伊，阮无想要认捌伊，阮只有想要对你遮来得到祝福。主啊，这敢是你想述你的话意思吗？毋是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搁较谦卑，互阮知影阮需要你的话，阮伫即个世界，阮才会当继续行即个世间的日子。恳求主帮助阮，想述互阮谦卑甲智慧，互阮真正会当来超找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请掀起酒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遍。因为咱众人无论是犹太，也是希利尼，做奴才也是自由的，拢捌受洗礼伫一个神来属伫一个身躯，也拢总捌啉一个神。哥林多人前书12章13节。因为咱众人无论是犹太，也是希利尼，做奴才也是自由的，拢捌洗礼伫一个神来属伫一个身躯，也拢总捌啉一个神。哥林多12章13节。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192首，192首，请起立。请坐。奉献建堂奉献，请展仪长老、徐同庆长老、徐伟新长老来负责奉献。奉献的部分，请早新长老、林婉莹执事、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。
请起立。请坐。报告车看周报，消息报告。请下这参考周报30页做除夕家庭礼拜。教会定1月28日拜二除夕暗时6点，要带教会举办爱在松山除夕围炉的活动。1月29号拜三上午9点30要举行新春庆社礼拜。2月初1礼拜日上午9点30分是基甸会奉献主日联合礼拜，请兄弟来关心代祷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的人客。好，咱即个今仔日是礼拜日，然后咱拜三，咱有新春庆社礼拜是9点半，所以请兄弟会当做伙来做礼拜。然后咱2月初日，是迄个基甸会联合主日，所以咱嘛敢若一场的礼拜，所以请兄弟姊妹会当注意。咱的周报嘛有即个除夕的围炉的家庭礼拜的定数，所以咱嘛会当来按照即个定数来做咱的家庭礼拜安尼若有做礼拜，你会当拍照上传，咱有准备的礼物会当来送互遮个家庭。好，即时咱来祈祷，咱来为着咱的世界有真侪灾难，咱嘛恳求主会当来保守。伫加州，也是伫真侪所在的遮个灾乱，咱嘛为着咱最近台湾的地震，真侪的地震嘛恳求主的怜悯，嘛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，为着咱的事工建堂的事工来祈祷，咱嘛为着大院的兄弟，咱为着走农乡，为着陈其雄长老，为着道明乡来祈祷，为着身躯欠安的雨婷、白长老娘。佑春节、林水长老、方梅姐、丁友兄、民主姐、阿卡姐、俊生兄、龚基姐、伊利、素梅姐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，互咱开喙，为着遮个事，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。主愿感谢你，互阮兄弟姊妹聚集伫你的面前，做伙来敬拜。主恳求你的话，成做阮的快乐，互阮每一日的性命有你的话，阮无摇掣，阮也无惊吓。因为即个世界有真大的变迁，每一天阮看见遮个新闻，也看见互阮真惊吓遮个灾难。总是主，阮无法度做甚物，阮只有祈祷，恳求你帮衬，互阮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敲找快乐。用你的话，成做阮每一日的光灯。主恳求你引带阮，互阮兄弟姊妹会当伫即个世代中间，成做好的见证。无论伫阮的生活、讲话、工作、学业顶面，阮拢会当成做正人好的模样。主也恳求你保守，伫旧年特别到阮特别庆祝新年的时，也有真侪人伫艰苦的中间。主恳求你来保守。特别是有病痛遮兄弟姊妹的家庭，
阮相信因的内心也一定非常的软弱。主恳求你成做因的溃力，无论伫病院的、去处理疗养的遮的兄弟姊妹，恳求你享受因溃力，伫上帝你的旨意内面，也引带因、保守因。主也恳求你祝福遮的家庭，互因会当每一日有上帝你甲因三角行，互因无失去信心，互因相信上帝你陪伴因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。阮有真侪事工，无论是对外或者宣教的事工，也是内部起做礼拜关怀的事工。恳求你拢使用阮起做阮的教会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甲你有搁较密切的关系，互阮会当伫教会内面领受你的话，互阮会当用阮的教会，诚做社区的祝福，也诚做即个世代的祝福。主恳求你来帮助。阮也为着逐所在的宣教师来祈祷。主，阮伫遮欢喜庆祝过年的时，有真侪宣教师因伫外地无法度甲因的家庭做伙来过年。主，恳求你纪念因，也恳求你保守，特别为着真侪伫艰苦的地区伫宣教的遮宣教师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因，为着因来化开所有的困难，互因会当伫因所做的事工，拢会当来看见上帝你的祝福。也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阮的世界，主恳求你来怜悯即个世界，有真侪的天灾意外，也是人为的灾难，恳求你的怜悯。阮也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，互阮的国家会当伫上帝你的带领内面。虽然政治真不安有动乱，但是主，阮恳求你，互阮台湾人会当因为有你的帮助，阮会当行条理，互阮会当无摇错。也恳求你赏赐搁较侪，伫阮，互阮有勇气，互阮会当将福音来真实传互阮遮要袂信的同胞，也互因会当来享受福音的好处。主恳求你保守怜悯阮兄弟姊妹，互阮伫即个寒冷的寒天，互阮会当有健康的身躯，也特别伫旧年，阮伫全家伫庆祝，也是有诶出外旅行。主恳求你拢保守，互阮拢会当平安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时来吟圣诗394首，圣诗394首。吟诗了后，请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